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晡日又要同大家来分享动热血的音乐咯。韩国也规章嘅咧，视频嘅有动到是福起来咧，都系呀棒球嘅特别内列，故所爱同大家来分享动到有关棒球、野球动热血、动欢喜嘅事情。故所今晡日就要来同大家来讲到700届嘅慈善名国际棒球锦标赛又要开始来开打，就到呀11月28号到12月初一，故所大家听超爱记得咯，这么热血的事情。故所呢，今晡日节目当中，细细嘅来分享邀请到位来宾先来分享呀，慈善名棒球发展协会嘅理事长蔡永业师母分享。大家好，我是徐生民棒球发展协会理事长谢荣瑶。好，分享师母来到节目当中哦。接下来系啊，美浓国小嘅高总分享用水下高总分享。大家好，我是美浓国小嘅高总用水下。各分析议题节目中同大家见面哦。好，接下来真嘅系大家万众瞩目的今年将本呀这个中信兄弟象献到嘅新球员，谢谢大家来分享刘桂元分享。大家好，我是中信兄弟外野手刘桂元，很高兴来这里和大家见面。哇，董后上对不对？小鲜肉来到节目当中。唔过上来今日做嘛，该会有请到3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下会慢慢的来同大家来分享今日我先同大家来分享嘅係客家一米咯，先同大家來分享野雞花因為喺節目當中都會來同大家來分享一道客家話嘅鑼鼓言語，鑼鼓言語都有佢嘅意思，表示講頭擺嘅鑼主公非常嘅有智慧。好，先來聽聽我讀一遍啦，還是高中我先來讀一下。哦，你讀過有標準嗎？係刺客啦。曲不離橋，鉗不離樹。哦，哎呦，都講錯嘅呀！對哦。好，我們一起念一次曲不離橋，曲不離橋，鉗不離樹。鉗不離樹。嘿，野雞發嘅意思就係講其實你嘅曲愛唱到好，你就係愛訓練啊，故說愛在馬蹄度勁衝。鉗嘅腔樣，你愛打到好，就聽說愛啲樹空勁大。今日同大家來分享野雞發，就係表示講，唔管你做乜嘅事情，就是要熟練，對不對？尤其是今日愛講嘅棒球一個主題，特別係咁嘅。那就是我來問一下桂年了，你亞拜在這一次今年的選秀，就第亞這個少棒賽開打前的前幾個月，然後在今年中華職棒的選秀就給這個中信兄弟象獻斗對不對？這其實你看你現在很冷靜，但是凱兄當時應該是非常非常刺激以及緊張的狀態吧？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時候的心情。就是選到當下就是蠻開心的，然後就是也謝謝很多人的支持還有鼓勵。對，因為其實一件事情對球員來講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為佢都可能打棒球、打按球，你看桂元幾歲開始打少棒？國小5年級。國小5年級，然後嗰陣時就是徐總天生佢出來打棒球嘅，就是徐總親自挑選的球員。國小5年級開始打棒球，打到他18歲，然後獻到這個中華職棒兄弟象，然後去打比賽，這個是多麼光榮！你就是打了這麼久，然後你就 happy 到會開始你的職棒生涯，對不對？對。那要不要跟大家說一下，就是當下你被選中之後，這種感覺嘅心情，你想要感謝誰？就是我要謝謝家人，然後還有很多像師母還有校長，就是一路他們支持我們打球。對，其實也還蠻多粉絲了吧？我們嗎？沒有，因為其實他從小開始打球嘛，對不對？一直以來累積的種其實很多鄉親都是非常關注棒球的。唔管係大拜美濃啲嘅打少棒賽嘅時節啦，你就順風看到懂得阿爸有沒有？這樣子趴在那個欄杆上很認真在看呢。午飯沒吃，先把椅子
放到那一边来对占位置。对，所以其实归年都某简单都亚百，就是被大家看到了他的成绩，也是之前徐总老给牵审出来。那是不是桂圆们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真正进去到这个职棒的体系，同头白的好高大训练还冇够用的哦。对，对不就是对像职棒强度就跟高中不太一样，然后职棒就很要求细腻的部分，就跟高中很不一样。细腻哪一个部分要细腻？像手背啊，然后打击、跑垒，就是有，因为自己就高中这样上去，还有很多不会，要不然就是不足的地方，然后就是教练都会来指导。对，还有学长，所以就同头白完全没有相同。就是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哦，所以你看，大都18岁跟3年结果发现他进到这个职棒的领域之后，发现还有很大一片天地要去闯，对不对？其实这是很辛苦的事情。撒哈拉银行要面对懂得非常困难的挑战，但是我们现在非常的推归年懂分析啊这件事情，还过后归年亚百县都呀这个中信兄弟象加给号码没黑特别限购的哦，对不对？就是虽然没有选85号没有选，然后但58号就是也是。就是你的号码，跟着就是徐总的精神这样。对，85号也还有你这个用，有教练这样。对，教练这个用，那时候呀他就特别选了一个镜像反射的号码，58号，没黑 NBA 要感念徐总嘛？就是延续徐总的精神这样，就是不管几号，就是一样都带着徐总的精神这样。谈公哦，师傅知道这件事吗？知道，对，很感动，就是因为要传承徐总的精神，对，穿上球衣，对，永不放弃，永不放弃。其实韩百妹有可能每周得拿到8胜5后，对不对？有机会，也有机会。对，所以真的，你看我们徐总第一届带出来的小球员，现在长大了，对啊，然后还被选进去中华职棒。师母当时看选秀的时候，你个心情很勇我刚好那一天刚好在缝衣服，缝我的那个有一件脱线的衣服，那在缝。对，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一天有一点在强迫自己不要去看，紧张，而且对，因为我们有3个小朋友在选，三妹一线总共有123个小朋友去选，3个是桂圆的同学，有3个在选，对，那我知道消息，其实好忐忑哦，对，那有一点替他们紧张，那就想说不要看，我就看别台。可是手还是不轻易回去按了一下，看选到第几轮了，结果就一看就好，第3轮，好，那就按下心就看一下，结果后来边缝越来越紧张，到第6轮本来就是会有一个预期出来，就会想说就差不多已经选到，好像慢慢要到尾声了。对，第6，我们小朋友都还没有出现名字，所以我那时候就很顺的抬头，就跟我们天上的我的先生讲：“你自己看着办吧。”对，当我就说我真的衣服有一点缝不下去了，这样心里越来越忐忑。那我就心有一点点。就有一点失望的心情一直在浮现哦。那时候的那种感受，因为又一个人在家，又这样子，然后就会想说，好吧，就好啦，你自己安排好了，你自己看着办，我也没办法，我爱莫能助嘛。结果到第9轮的时候，想说好啊，第8轮的时候我就想说没希望了，电视本来要关掉了，结果就不死心，又把第9轮，结果就唱名到那个。兄弟像刘桂圆，哇！我整个人针就丢掉。我那时候就真的，我就说，我就跟我先生讲说，谢谢你，因为我不知道，因为这是桂圆已经被看见了，你的第一批的选手都有人这样子，那美浓就可以带动打球的一个，至少给乡亲一个信心，就是说，打球的孩子真的是会像桂圆这样子
扎扎稳稳的这样子，步步的这样子上来的话，我是觉得是一件好事，真的是一件好事哦，让给孩子目标。因为其实几年徐总跟洪时中都民农重新在组少棒队的时候的第一届挑选出来的小朋友，然后接下来就有泰嘎迪豆呀，他已经是第8届了。鼓手三号的当年，我们都可以抱持着一个希望，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优秀的小球员会出来，对不对？那我们没抢高中同泰嘎的分享一下，因为亚件事情应该对民农业。对民农贵手的学弟妹来讲，这是一个很鼓舞的事情。是啊，其实贵园同爱抢下你民农嘅社会啊，你们是同届是不是？同期的，抢下你去民农嘅社会做高中啊，以小学，以前撇在爱前一届好高亮度嘅时候抢下转来嘅，嘿啊，所以呢都看你第二讲看吉他啦，可以台嘿，所以佢下讲。其實頭多師母講到講啊，你有3尾4年咧，可能佢有希望會替阿伯先出來。啊，其實我哋都會希望講啊，3尾4年攏可以先到。啊，後來啲貴園先到嘅，我哋捱都佢容易知道，捱都睇到卡，天使頭前都真標。啊，都我想都講，我做媽講，貴園先到誒，然後。ngày lúc khá mỗi thu ảnh có mama bật tiếng này rồi, cháu lên ngày thu thành族群啊，就冲开同相亲，同家长会，同好讲欣赏，同嗰度少帮俺哋呢粉丝团员讲啊，少帮培育8年都有看到俺哋贵园先到嘅哈啊，以下呢等于讲美农徐总在创少棒培育计划。榜首，对，替一个你的，我们希望还有未来的，榜眼探花就进来进到啊，嘿，希望也谨慎，所以小朋友我们会判一些，后摆会同人讲，我用设定目标啊，用我们都讲今年未来梦想，我用伊都讲有一冲贵园哥哥，嘛你直棒，伊嘛本兄弟相宣导。我们第一届的小球员，已经变做亚哈小朋友给这个梦想成为的这个样子，这个轮廓。鼓手后还有东内容，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现在上场的美浓国小的第一棒刘桂元哦，他就是一个左打的球员。归南国小的投手，是一个偏低的坏球啊。看起来刘桂元这个选球蛮仔细的哦。看到那种对棒球的一种，这棒打击出去，结果穿过3游的手背到达左外野方向，打者刘桂元上到了1垒。 所以他顺势往游击方向打出一支安打，其实这就是一个基本动作做得相当扎实。而且真的他就是比别人快一步。好，没有握短棒是到垒了，结果偏高的球，但是呢，他离垒包太远，就赶快回到1垒 ，save。而且现在是回到了第一棒的打者刘桂元。对，可以看到整个3垒手的一个手背位置也靠近垒包，3垒垒包。打低球，这球落地形成了安打，而且一直往中间方向滚，在2垒的跑者回来得分，现在要再跑回来，最后看 save， 连得2分，比数现在变成了8比8， 8比8。 哇！刚才你看到嘅样片吼，非常嘅珍贵哦。嘅系啊，第一届其实民棒球少棒比赛嘅发面第1届了，这是这么久以前的影片，然后看到好可爱的桂圆，对呀，好腼腆呐，没什么变，对，没嘛改变，但是还是一样那个好可爱哦，而且发现佢韩式嘅时节打球嘅技术就懂好诶呢。
还米拜打拢打安打，哇塞！所以拢替补，什么？嘿，拢替补。哇塞，就很认真，很认真，那个专注力很认真，这样子在盯着球。对，其实看到贵人也哈有同好嘅表现，同推佢分享。唔讲吼，我谈到吼有一天小的秘密，我会同大家来分享。这个小秘密啊，就是贵人一开始这个练球的时间有逃跑过，有瞎走。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天加入球队，然后因为要做很多基本训练，然后就是很无聊，然后很累，然后加上徐教练很凶这样，然后第一天就跟练完就跟爸爸妈妈说，就不想打棒球了，太累了。第一天就不想练了。第一天就不打。爸爸妈妈用板讲。爸爸妈妈他们也都支持我，就是不打也没关系。不过这种是本徐总先导，落去做球员是算是爸爸妈妈应该是觉得很振奋人心的事情吧？对啊，就是我没有打，只是他们也没有说问我为什么不打，就完全没有问，完全没有问我就，然后到后面就爸爸妈妈就后来又问我说要不要回去打球这样子，就试探的问你，然后爸爸后面就说要送我一个外野手套，问我要不要回去打球。爸爸懂金，手爸爸懂金，用这个方法有没有？先送礼物，所以爸爸送你一个手套。他就问我要不要回去打球这样，然后我就说好，那就爸爸希望我回去打看看这样。所以就因为爸爸的，送给爸爸给鼓励，爸爸妈妈鼓励这样，然后你又再过转去，再过转去就某次都太辛苦还是也很辛苦，还是会啊，就还是觉得很辛苦，因为对于小孩子来讲，其实要在那样子还在满心都还想要玩的那个年纪，要很乖的做这样子的训练，是很辛苦的事情，对呀，对不对？而且又感觉会很无聊，真是个无聊，真的会很无聊。因为我有谈过去年都同我讲啊，练50粒球，又再练50粒，又礼拜请来打，教练讲喊拉，安尼，他们就觉得很无聊。对，那桂圆既然这么无聊，是马盖力量一直支持你这么认真在练球。后来，因为师母也讲，你在打比赛的时候非常非常专注。就是爸爸妈妈他们都会鼓励我，这样就是不管打得好打不好，就是会鼓励我说没关系，下一场就是再打好，就是都是鼓励我、支持我这样。那印象个层，桂圆的爸爸妈妈个支持伊，礼拜俺哋去打棒球，俺拢会去看演打棒球，伊爸爸也系伊妈妈一天嘛会多操。哇，好幸福哦！係啊。做起家想要做嘅事情，爸爸妈妈又做得来，支持这种感觉，会觉得更有力量。对。然后再加上徐总带你开始打球过后，其实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就离开了。但这一段短短的时间，短嘅相处，因此到徐总本人大概很重要的学习跟一些人生的方向。徐总就是要求就是态度，然后因为球场就是要认真这样。我们看一下那边的照片，听说这个是唯一一张跟徐总的合照，找得到的唯一一张了，是不是？那时候去，我记忆中是那个澎湖，对，那时候是。对，我8月1号去美浓国小，啊，8月14号菊岛杯，对，啊，徐总，嘿，还有总裁他们就赞助经费，带我来去打球，去澎湖打球诶，打比赛，嘿，啊，他讲你拢筹算呢，粉啊，金盘啊，我哋都真蛮幸福，我哋筹比样子，所以其实徐总真的很努力的在把资源留给这些小朋友，对不对？那个归眼都在讲一下，徐总给你们的一些人生的指引。徐总就是
在场上就是要求态度这样，然后即使徐总离开了，然后到了国中、高中，我还是一样秉持徐总教我们的，就是在场上要认真这样，就是然后永不放弃。对不对？永不放弃。然后入选之后，这一次中华职棒去选秀入选之后，没有去看徐总。有。有同佢讲吗？该冇。就是还是悄悄话不想说，透露一点呐。就是希望徐总可以保佑，就是在这条路都可以平平安健康这样。其实我觉得顾英言有 Q 给很简单，但是他一直都跟着徐总给他的这个方向，因为他跟我联络说要去看徐总，其实那时候，哇，真的就整个心情的浮动那种，就会觉得说哇，一个孩子愿意去看，那我真的也很谢谢那个桂圆的父母亲，那把孩子教得很好，也懂得感恩。那他的妈妈立夏也马上在打电话给我说：“师母，你可以拨个空吗？”那我就说我可以把我的所有的行程丢一下，那看桂圆这边，那大家互相配合一下，因为那种感动可能别人比较没有办法去体会，但是我是当事人，那种感动就真的是比较无法去形容，就是一个孩子有心，因为毕竟对一个18岁的孩子，愿意去塔位看一个往生者，那种感动真的有时候你会，就是我那时候心情有一点波动，对，就有一点波动，我就很感動，反正就是感谢他，对啊，而且就是感谢。師母在看桂圓和這個時節，這個大 Q 的一個時節，你覺得你那時候看到的桂圓是怎麼樣子的桂圓？其實我那時候徐總選上他們的時候，我也是看到，因為菊島杯的徐總在賴裡面賴給我啊，這群孩子怎麼？其實我那時候還跟他們還不是那麼的熟，跟這一批孩子沒有很熟，我只知道徐總在弄，對，扎根10年，那是因為在告別式，我才認認真真的看了這一批孩子，所以當有孩子來拉我的手的時候，就說師母你要解散我們的時候，其實我到現在我還不知道是哪一個孩子拉了我，那我當下我心就愣住了，所以媒體來問我要不要師母你要那個嘛，那我當下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哪裡來的勇氣，我腦中一片空白，我願意把這一批孩子帶下去，把10年計劃做完，然後很辛苦，對，我們都知道師母很辛苦，去圓這個夢，我先生的夢，啊，讓大家有一點希望。對啊，我希望美濃被看見。其實師母呀，她東辛苦，不管是募款還是做很多事情，那我們也看到每一年師母來都是散發出不一樣的樣貌，有越來越厲害。真的。對，然後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持師母經歷這8年，然後之後還有要繼續拼完的這個10年計劃？不知道我的身體能不能撐得住？可以，可以，你一定可以，可以。我也期許我自己能多做。那我真的很期許說，因為當初會很堅持在美濃辦比賽，我是希望有一半就是幫美濃做行銷。因為我那時候我先生在的時候，常常說，好像大家對美濃這個地方沒有那麼的熟悉，對，只有知道說進去就是吃板條、看紙傘，那沒有好像美濃沒有其他好玩的或者是怎麼樣。但是我是覺得說，這種東西有時候就是要靠行銷，被看見，那你才會發覺到它的漂亮、它的好，每一個點。那時代也不一樣了嘛，大家可能就是會有行銷的方式會不一樣，那我所以把比賽辦在美濃，至少讓一些球迷朋友願意進來走一走的，
看一下，没错美浓其实是一个很淳朴、很漂亮的地方。对，就像归年，你就是在美浓国小对读书，然后被徐总看到的。是，其实后来选秀完，除了去看徐总之外，也有回到学校去。对，这样子学弟妹有很高兴嘛，看到偶像的感觉。有，我可以作证。造成轰动，对不对？那你有看到现在小朋友家的这个大崩 Q， 有冇该发儿童家的讲哦？就是那时候回去啊，就是有跟着学弟一起练球，然后也看到他们很认真这样，然后就是他们也都很想要打职棒，看到我进去，对，就是说以后也要打职棒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自己要有个目标，就是不是整天就是这样盲目的这样练球，就是要给自己一个目标。我们从看到东东感恩，很多坚持，很多永不放弃，还有东东会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go转到节目当中。好，欢迎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總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好同大家來分享70名小本金票賽第一屆嘅選手，今年本中華職棒這個兄弟象來獻鬥，正式成為這個職業的球員，對不對？那其實泰卡迪吼現在要開始把這個球員這個身份拿來做一類職業，當然懂辛苦。但是他殺下來就扣押是翻誒，對不對？對。所以呢，一開始本簽落去過後會有一筆簽約金，這一筆簽約金，唐共公司桂圓你是沒有要自己拿的意思？就是那時候就是爸爸媽媽還有經紀人，然後我要比較謝謝中信兄弟球團的劉領隊，他的幫助下，就是也謝謝他。能夠讓我盡這一點心力，然後幫助師母，然後整個協會這樣。所以你這個簽約給你沒去給留的，係愛本師母要給這個70名棒球發展下費的。師母，你那時候聽到，其實那時候我正在開車，那接到電話的時候，其實真的還蠻激動的，所以我。因為在開的過程裡面，然後他就說，我就說啊什麼，然後就說就是他們的經紀人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那時候我就說哦，你等一下，我就把車順順的開到紅線那邊去，把話聽完。當下其實是整個爆哭，整個當下是爆哭，對，有一點激動是。這個是對他一個這麼榮耀的一件事情，跟對，我想說，這個也不是一個，在一個平常家庭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嘛。那我是覺得說我很感動，我就說不用。那因為其實憑良心講，那一天剛好是募款回來的過程，所以也不是那麼的順利，所以我就剛好在停在紅線，就整個就流，我就說。我是謝謝，我抱着感恩的心，我謝謝。但是有沒有跟父母親商量過？因為這個畢竟還是一筆錢，很大的。對，但是對我協會來講，當然如果捐助的話，真的是幫助很大。因為我今年真的非常的不順，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都很不順，不是只有我協會不順，但是這一筆簽約金對協會來講是幫助很大。但是我是希望說，讓他的父母親跟桂圓你們商量好，再做最後的決定。然後說，是決定的事情。所以那一天的晚上，其實也是真的是很難入睡，因為那種心情是不一樣。我覺得整個看到70名棒球按到，你沒看動到嘅，看按到嘅，你嘅心情就是，你知道，甚至在看完比賽嘅時間，你會看到聲音咧，開到天奶後，對，跟着85號的號碼開到給片，啊，我就係香港球場外野徐總的照片鞠躬。
其实大家都保持着一个感恩的心，对，很感动。一直记得亚件事情，所以大家都很有动力的，不光去练球啊，也是讲把亚球这件事情、棒球亚件事情当做是自己人生的目标，像是桂圆这样子。对，所以是那一种感动，可能就是这个就是给我支持我下去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力量，很大的一个力量。我就是愿意再继续下去，只是说，承诺的时间也即将真的快到了，所以我可以的，可以的，对，所以，但是我真的一路以来啊，真的很谢谢你们，你们也都是我的贵人，因为你们成就了我。那成就了这一件事情，成就了我去圆梦，所以对我还要继续再努力。大家加油！对，大家加油。其实闽南国小嘅校长其实咩一直以来闽南国小开始就一直支持闽南国小嘅棒球队，对不对？一直支持。其实很多很辛苦的事情，不管係钱呐，还会你知道。好高会读书啊！家长可能会讲说，我去小朋友去学校是要去读书，俺们去打球的呢，对不对？高中你还用乜个力量支持你按用支持棒球队，已经9年按球的时间呢。因为其实我没打球的人嘛，对棒球唔了解，我去到高，1000万一张嘢徐总都走回来，所以其他嗰多年沙期都会讲。啊，去什么高中应该按潇洒，唔晓得大棒应该来结束棒球队的，可能安样会撑下去吼。佢可能都讲，啊，去喊你闽南嗰度上前的期望，啊，少棒10年计划其实我有个感谢博协会，伊同徐总研成立以后，咱们都3线的人士同上前拢捐钱入去，栽培啊，到棒球。对嘅球呢，我都想讲，刚才做嘅高中，他加油同安多期望寄托在这些孩子身上，刚才一定会来支持嘅，所以因为佢下拢徐总同嗰度义务教练，啱個徐總義務教練就意思就會講冇錢呢，對，哇，真的，係啱個徐總做嘅，我能講會發義務教練。冇一定會談啊，所以後來都義務教練可能都冇按跌來，所以後來我哋都感覺我有一個專業嘅教練在來，所以我有個感謝中信慈善基金會替徐總做替明年都來認養我哋。安都好，沒係中信，所以其實這個好冥冥之中的緣分哦。所以貴人我頭都講。一般中信先都這樣會標上標下都安尼嘿，因為中信也支持，就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一件事情，泰雅可能沒唔低，桂圓是美濃國小畢業的，對不對？泰雅都唔低，但是冥冥之中就牽起來了。嘿，主要中信慈善基金會古董事長也對棒球真蠻認同，嘿，個上前還有個。都有講博協會，基本咱們都3線的人士捐錢都記嘅，來支持我哋少棒培育計劃，還有我哋有個教育，以韓西馬打過棒球的吳朝比總經理，伊嘛喺明年呢，幾下30萬呢捐俾我哋偏強專業的教練來教練。還講按多年攏都支持，所以我咪擺棒球比賽嘅，我攏嘅最失望嘅啦啦隊隊員，應該伫吼高中攏喊水太上嘅呀，嘿，我都會希望講為嘅圓夢啊，點燃鄉親的熱情，希望同啊件事情當中我哋上下地方一個明年的大盛事，對，很講唔但搶一球嘅愛打好，成績嘅愛顧好，這是高中嘅堅持哦。係啊，我感覺嗰度家長哦，嗰度球員佢有你講嘅潛力，啱個人都講成績喺退步都唔俾人來打球嘅，所以感覺佢上線合擺，我攏同貴園也很細都同人講，我哋棒球隊要有3好，品性好。功課嘛要好，嘛要再練球技，所以係你品性、課業同球技3好攏要並進。所以係你細年嚟打球嘅嘛要注意功課，所以係攏會培養課業輔導，嘛要去親切、搶欣賞。
拜三、拜六然后教员送因为拜三下主条是放假的，但是迄讲国考唔好就要补课。嘿，我严时从我出去打棒球，安尼按补头嘛，还推荐补功课，所以也按呢，中信慈善基金会，都有屯中正大学有联合，都嘛还追踪都去年的功课。没错，所以张有这么优秀的柜员都要开始他的职棒生涯。那青迷柜员还没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你想要回馈的，跟你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希望未来我更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回馈，就是整个美浓的少棒跟青少棒这样的，就是等自己就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就是多帮助，就是像师母会那个募款那么辛苦，还有像校长那么这么支持，然后就是希望自己以后有能力可以帮助，回来回馈这样。没错，我们就是帮师母加油，帮校长加油，还要帮踏入职棒人生的归年加油哦！睇下 Q 下加油，韩国11月28號到12月初1，聽說要準時去參加 T8嘅前3名國際少棒錦標賽。今日什麼師母、什麼高中、咩什麼櫃員，謝謝，感謝。咩什麼天師投錢嘅鄉親朋友收看哦，休息一下 Q 下來做運動。